问如何是道？如何修行？师魂道是何物？你欲修行？问诸方宗师相承，参禅合道如何？师魂接引顿经灵语，未可依凭。魂处记实因接顿经灵语，未信接上经灵，复说何法？师魂若是上经灵，何处经就灵？密他自己尚不可得，何况经别有法同情？不见教中分法，法何宗？魂若如此，即道不要求密也。师魂若以目即生心力，魂如是即分成断绝，不可是无也。师魂谁介意无？他是谁？你言密他，魂既不虚密，何故有言莫断他？师魂若不密，即便休。谁教你断？你见目前虚空，怎么先断他？魂出发可得，便当虚空向。师魂虚空早晚向你，都有同有异。我暂如此说，你便向着来成解。魂应是不以人成解呀。师魂，我不赞将你要请解属于情，情生即地界。魂向着来莫生情是何？师魂若不生情，谁都是？问采用回想处发言，为什么变道为对？师魂，你就是不该依人，有什么对付？问向来如许多言说，皆是第得意，都未曾有实法指示于人。师魂实法无颠倒，你今问处自性颠倒，密什么实法？魂既是问处自性颠倒，回想答处如何？师魂，你请将物照面看，莫管他人。幽魂，即如果饲狗上事，见不当处变肥，风吹草木也不别。幽魂，我处禅宗从相承以来，不曾教人求知求解，只分学道，早是接引之事，连道亦不可学，情存学解，却成迷道。道无方所，明大圣心，此心不在内外中间，实无方所。第一不得作知解，只是说你如今尽量静处为道，尽量入静，心无方所，此道天真，本无名利，只为世人不识，迷在情中，所以自佛出来说破此事，恐你自认不了，权力道明，不可修明而成解，故分得其妄传，信心自然，达道失心，达本源故。何为沙门？沙门果者，色如离尘，不从学得，
你如今重新求新，帮他加谢，只能学处有啥物特殊？个人心内才闻一言，便乃绝学，所以唤作绝学无为现道人。今时人只欲得道知道解，讲求文义，唤作修行。不知道知道解，反成庸达。为知道以理，所年客，晓而不晓，道终不知。三乘学道人，皆是此样。真名实不晓者，所谓知解不晓，皆为毒药。真向生灭中处，真如之中，道无此事。故云我王库内无如实道，将前所有一切解除，正思并却令空，更无分别，即是空如来藏。如来藏者，更无参尘可有，即是破有法王出现世间。亦云我以炼定佛所，无小法可得。此语只为空理尽量理解，但消融表里情真都无依执，是无事人。三乘教望只是应机之要，随意所说，临时设下，各个不同，但能了知，即不必惑。第一，不得已一机一教边修文作解，何以如此？是无有定法如来可说。我处宗门不论此事，但知悉心即修，更不用思前立后。问将上来解分，即心是佛。未心即哪个心是佛？师云：你有几个心？云：为何即凡心是佛，即圣心是佛呢？师云：你何处有凡圣心呀？云：即今三圣中说有凡圣，回想何得言无呢？师云：三圣中分别向你道凡圣心是妄，你今不解反执为有，将空作实，岂不是妄？妄故迷心，你但拄却凡情圣境，心外更无别佛。祖师世来，直指一切人，全体是佛。你今不识，即凡即圣，向外持品，还自迷心，所以向你道即心是佛。一念前生，即对义处，无始以来不疑今日，无有疑法，故名成定正觉。云回想所言记者，是何道理？师云：觅什么道理，才有道理？辩则心意。云前言无始以来，不疑今日，处理如何？师云：只为密故，你自疑他。你若不密，何处有义？云既是不义，何竟用说之？师云：你若不认凡圣，谁向你道即？即若不即，心亦不心，可中心即句妄。你竟然向何处觅去呢？问
妄能将自心，未心离金，以何牵妄？斯云起妄牵妄，亦成妄。妄本无尽，真分别而有。汝但以凡圣两处情真，自然无妄。今年若为欠他，都不得有签合依德，名为我舍两臂，必当得福。云既无依执，当何相成？斯云以心传心，云若心相传，云何言心亦无？斯云不得一法，名为传心。若了初心，即是无心无法。云若无心无法，云何名传？斯云你闻道传心，将为有可得也。所以祖师云：人得心成时，可说不思议；了了无所得，得时不说地。此事六甲里下，何堪也？问：只如目前虚空，可毋是境？其无之境见心乎？师云：什么心教你向境上看？色理见得，只是个照镜地心，如人以镜照面，纵然得见面目而分明，原来只是形象，何关你事？云若不因照，何实得见？师云若也适应上师家物，有什么了时？你不见伊向你道，撒手事君无一物，多如万岁数千般。云他若识了，就亦无物也。师云若是无物，便何用照？你莫开眼热语去。上当云必将道智，不如无求做第一也。道人是无事人，是无许多般心，亦无道理可说，无事散去。问如何是说的？师云说各人做什么？本来清净，何假言说问答？但无一切心，即名无漏智。你每日行诸坐卧，一切言语，但目着有为法，出言顺目，尽当无漏。如今未欲无法向道，都是学禅道者，皆是一切声色，何不依我心心动虚空去？如古木石头去，如寒花四花去，风有晓分相应。若不如是，他日真比阎罗主可立在。你但离却有无诸法，心如日轮，常在虚空，光明自然，不照你照。毋是省力的事，到处之时无找不处，即是行诸佛行，便是应无所住离生其心。此是你清净发心，名为阿耨菩提。若不会此意，将你学得道智，勤苦修行，初以目识，不识自心，尽明邪行，定做天魔贯宿。如此修行，
同福好友了。至讲云，佛本身自心造，哪得向文理中求？绕你学得三贤四果十地满心，也只是在凡心累积，不见道。自行无常是生灭法，势力尽正反对，就得来生不如意。正事无为是上文，一朝直入如来地。为你毋是以目人，需要向古人见化文讲学理解。地公魂不妨出世名师，王福大乘法药。你如今一切时中行诸济恶，但学无心久久思实得。为你力量小，不能顿超，但得3年5年，或10年，使得果入头处，自然回去。为你不能如是，需要重心学禅学道。佛法有甚物交涉？故云如来所说，皆为化人。如将黄药为金，至小离地，决定不实。若有实得，废我宗门下客，废我宗门下客。请以你本体有识交涉，故经云：实无小法可得，名为阿耨菩提。若也会得此义，方得佛道魔道具错。本来清净皎皎的，无风言，无大小，无长短顶上，无老无为，无迷无悟。了了见无一物，亦无人，亦无佛。大千世界海中乌，一切圣行如电波，一切不如心真实。发心从古至今，以佛祖一般，何处欠少一毫毛？智慧如是意，大须努力尽今生去。出世不报入世，问六祖不会经师，何得传以为祖？修上座是500人，修座为教授师，讲得32本经论，分何不传伊？师云：为他有心是有为法，所修所证将为是啊。所以5祖复六祖，六祖当时只是木刻的，密修如来心亲意，所以护法于他。你不见道，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亦法。今复无法时，法何赞法？若会此意，方明出家离。方好修行，若不信，分何名上座？走来大义领头，顺六祖。六祖便问：你来求何事？为求医，为求法。名上座云：不为医来，但为法来。六祖云：你请暂时念念善恶道目思量，名乃平语。六祖云：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当一目时，凡我名上座，父母未生时，面目来。名于言下，忽然目刻，便礼拜云：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某家在5祖会中枉用30年功夫，今日丰盛前非。
六祖云：如是到此之时，方知祖师西来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不在言说。其不见阿难，问迦叶云：世尊传金南外，别传何物？迦叶就阿难，阿难应曰：迦叶云：倒却文情，插间着，此便是祖师之标榜也。深深阿难30年为师者，只为多闻智慧，被佛学云：你千日学慧，不如一日学道。若不学道，智水难消。问如何得不落阶级？师云：终日食饭，面前夹着一粒米；终日行，面前踏着一片地。以目视无人我顶上，终日不离一切事，不必自境界，方明自在人。经时时念念，不见一切相。莫认前后三界，前界无去，今界无往，后界无来。安然断作，任运不顾，方明解脱。努力努力，此文中千人万人，只得3个5个，若不将为师，受殃有日在。故云：独立今生事了却，谁能累劫受遗用？